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文輕足式。我哋今日嘅話題係世界盃王者誕生。2026年世界盃比賽有唔少新意喎，參賽隊伍增到48隊，比賽場數亦都增到破紀錄嘅104場。從2026年6月11日開始，去到7月19號決賽，一直陪伴大家。一旦謝幕，大家感覺到係依依不捨啊，還是係鬆一口氣呢？嗱，講翻呢一屆世界盃決賽，主角西班牙同埋阿根廷係咪你哋嘅愛隊呢？兩隊能夠喺48隊脫穎而出，特別睇翻呢一個4強嘅淘汰賽，西班牙2-0擊敗法國，阿根廷對住英格蘭先落後1球，然之後咧喺最後5分鐘連入2球反勝進入決賽，相信大家都對呢一個決賽咧有所期待啦。7月19號世界盃決賽終於嚟到啦，萬眾期待呢一日王者誕生。西班牙呢一支歐洲冠軍面對衛冕冠軍嘅阿根廷，創造咗較多具威脅嘅機會，但係喺90分鐘法定比賽時間裏邊咧，只能夠同零攻門嘅阿根廷咧打和0-0。不過，當比賽即將進入加時階段，阿根廷有一位球員被罰離場，西班牙就喺加時下半場，即係106分鐘，由費倫托利斯咧一戰定江山，以1-0擊敗衛冕嘅阿根廷，繼2010年之後第2次高舉大力神杯，亦都建立咗連奪歐洲國家杯同埋世界盃嘅新王朝。相反，阿根廷衛冕失敗，球王美斯6度征戰世界盃嘅最後一戰未能取得圓滿結局。世界盃戰果塵埃落定，但唔知係餘情未了定係餘波未了啦。比賽之後，多名阿根廷球員被指涉及肢體衝突，包括揮拳，而受到外界強烈批評，話佢哋冇體育精神。國際足總亦都宣布即將展開紀律調查，了解真相。決賽遺憾，始終都係美中不足嘅事。其實體育競技能力有別在所難免，兩雄相遇應該學習成語英雄惜英雄，有識之士或者有能之士應該互相欣賞尊重，能夠得獎獲勝係自己努力嘅肯定，應該不驕不躁，繼續努力。縱然失敗，亦都唔應該自怨自艾或者怪罪他人。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累積經驗有助我哋喺下一回合更上層樓。要明白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態度決定高度，努力超越自己，先至能夠帶出自己走出失敗嘅陰霾。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啦，一個人嘅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麼，而不應看他取得什麼。獎牌並唔能夠反映你嘅永恆價值嘅。呢一屆世界盃決賽嘅勝負關鍵係乜嘢呢？決賽裏邊邊一位球員嘅貢獻最大呢？歡迎各位留言分享你嘅心得意見，亦都歡迎大家讚好或者將呢個頻道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謝謝大家，下一集再見。